请咱做伙来听读上帝的话。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第6章66节到71节。因为安尼，伊的门徒中有真侪人离开，无搁对伊。耶稣就对12使徒讲：“恁嘛要离开哦。”西门彼得应讲：“主啊，你有永远我的路的话，阮要去对啥人？阮已经信，佮确实知你是上帝的圣者。”耶稣应讲：“我兼毋是拣选恁12人，恁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”因安尼讲是得知以斯加略西门的囝犹大，伊是12使徒的一个，得要出卖耶稣。今仔日咱真欢喜，有邀请到张德仁牧师来传讲上帝的话。伊的信息题目是对耶稣的3种态度。你哋这平安。今日我是受北区大专学生事工的派，来到咱的中间报告学生事工的需要。上时也伫这个时间，甲众兄姐伫遮敬拜上帝。但伫这段时间，我要用头拄咱所长老所读的圣经，甲咱三角来想一个题目：对耶稣的3种态度。伫要讲以前，我要感谢所长老吼。伊头拄读的圣经，恁有注意到无？伊是用对一个译本读。现代台语译本吼，我走10间教会，差不多拄无2间教会用现代台语译本读。我想现代台语译本是咱即卖话尽量用咱即卖话台语来读，毋是讲巴克利译本译了无好。因为迄种的语言，1933年完成到即卖都落啊要成100年去啊吼。语言有某种程度咱读起来时也无遐尼亲切。咱来用现代台语译本来读，我想更较清楚，也更较明白。这是伫我还未讲到以前甲大家拜托，多谢所长老。伫咱所读这段圣经中间约翰福音书，咱知影伫福音书中间，约翰福音书是一个足特别的福音书吼。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咱甲叫做强权福音，因抄互相参考的资料，做强权互相参考来参考去。强权福音，所以约翰福音伊伫资料安排上，也是伫耶稣言行上的写法，伊特别有较无共。但伫这段圣经，伫约翰福音的处理，是伫耶稣要互人钉十字架迄个阴暗一瓦见的时，伊就写这段圣经在。伫第6章就出现啦。咱知影伫约翰福音的处理，伫耶稣伫过半过节的时阵，一个人看到伊惊新热，相信伊的名。约翰2章23节。对伫安尼来到学生的面前接受洗礼的人真济，4章第1节到第3节。伫加利利海，耶稣惊新热，一个群众来对伊，6章第2节。总是头拄我讲，当约翰福音安排讲十字架阴暗已经到的时阵，这个情形开始有改变。伫今日咱读的圣经中间，咱就看见3种的态度。头一种态度，第16节有人离开，我搁读一摆吼。是的，66节吼，我搁读一摆。因为安尼，伊的门徒中有真侪人离开，无搁缀伊。耶稣就对12使徒讲：“恁嘛要离开嘛？”这段圣经互咱知影讲。当十字架阴暗瓦见的时阵，有一挂人就离开耶稣。我常常咧讲，是安怎有一挂人会离开耶稣？我感觉人生常常是若好康我就活去的，若有危险我紧闪。用中文讲叫做趋吉避凶，这是人生。你也有，我也有，张德仁嘛有，咱拢毋免讲，咱拢有即款的人生吼。五块饼问我鱼，互一个人食饱，我嘛要活，食免钱啦
我去拜鞋啊，迄双鞋啊，互我转一个手会当趁3、4倍，我哪毋去拜？总是当你对一个人讲，迄个无好康，甚至有害你的危险的时阵，你会闪，这是人性。迄个危险伫啥物时阵发生？其实毋是第6章，第5章就已经开始啊，讲开始有讲你对这人可能有危险。我读给大家听吼。第5章第18节，为着安尼，犹太教当局搁较想要害死耶稣，因为耶稣毋但违反安息日的规定，搁称上帝做伊家己的爸，看家己甲上帝平等。有人要害死耶稣啊！当你对这个人的时，你会危险无？咱这段圣经了后，咱看后壁第7章第1节。第7章第1节讲，这个代志以后，耶稣去加利利，经来逐所在，伊无爱去犹太，因为犹太教的领袖找机会要甲伊杀。当你对一个人，迄个人有性命危险的时，你会烦恼这样事无？我有缘会可能因为我对这个人，我嘛有性命危险，所以我来想，我头头讲过，这是人性。有好康，咱拢要对；有歹代志，有危险，可能会发生咱无法想象的事，拢会紧闪。台湾史常常有即款的代志啊！吼，我常常爱讲台湾教的史，我讲这代志，咱你我常常拢还阁有印象啦！吼。第2次世界大战战后，伫美国路德会有开始成立一个台湾基督教救济会吼。这个路德会这个救济会基本上是将战后美国剩的物件，比如讲伊迄个马达吼，我到1945年会当下到1947年还是48年嘛，那战争停啊，这马达要创啥？做足济，准备讲小战毋知要搁战偌久，做足济啊，这物件要摕落送去需要国家，马达啦、牛奶粉啦、面粉啦，我即摆讲的，恁开始有印象啊吼，就送去遐需要的所在。这个基督教救济会原主本是将这物件送去南京的国民政府，总是后来发现讲，即中间有贪污，所以这基督教救济会后来就无要送到南京的政府。到伫来台湾的时，这个救济会换名叫基督教福利会。我讲福利会，还阁有印象的人请举手。福利会也有印象啦，哈。黄武东牧师捌做过会长啦，哈。到福利会开始的时，就改变方针。对美国遐都有一个指示落来，毋通交互政府。恁这物件最好交教会，教会我较相信。若政府上定性交一寡互伊就好啦。讲伊有哪有收到啦？绝大部分交教会，因为美国这人，这奉献者，因感觉讲教会我会信靠你。毋过无拍算，这物件摕互教会，后来嘛出问题。怎出问题？这教会这物件，头拄我讲捌达啦、牛奶粉啦，还是这米粉啦，好啦吼。这物件是美国政府委托台湾教会要互遐个散车的人，原意是安尼。要山区沿海渔民做盐的人，中国大陆来遐较老的老兵，因无法度照顾因家己的人，要分到这散车人，甚至规定讲这物件袂使交换，袂使买卖。毋过，咱经过迄段时阵的人。咱就知影，伫教会内就出问题，因为即个代志对顶头甲下面的教会无讲清楚。咱真侪教会掠做是美国的教会直接互台湾教会，要分互咱教会内的人。所以优先顺序安怎分互啥物人？分互咱教会人。这分了后咧，才发现违背原来人奉献这意思，人迄是要分互散车人。咱是分互教会内的人，我承认，我有那牛奶粉食着，我肉蛋嘛食着，迄是整个教会伫迄个时阵做毋对代志。长老教会
我想我安尼讲起来，恁都拢有印象。咱伫迄个时阵，教会内面的人拢嘛本来教会人，毋过拢牧师佫讲起一项，互伊足艰苦什物代志？讲礼拜煞牧师吼还袂换，就去迄面粉堆内面，手将面粉摕起来，讲来哦，来领面粉啊！双手白色色。无当牧师，恁去看伊的回忆录，伊讲成何体统，成何体统。后来福利会就将这个物件后来停起来。咱倒转来咱的教会，有一寡教会真心性啊，想讲我也无学识，也无安怎，我怎甲变卖就好啊？卖迄阵一寡芳店嘛吼，摕一寡钱来创啥呢？去幼稚园啦，去主日学教室啦，买风琴、买皮安诺啦，买学鲁港啦。你想讲我也无学识啊？毋过将遐物件来换即个物件，敢有符合奉献者的原理？嘛无。长老教会还佫好哦，我无一点点啊攻击咱的兄弟的意思。天主教安怎处理？你敢知？来领米粉的，拢登记做本会会友，足绝来。你知影即个米粉分到当时无？分到1963年，伫天主教发生一个什么代志？到1963年了，天主教教册规个拢降落来，是安怎？无米粉通领。历史上台湾教会、台湾树顶头留一个歹名——米粉教，就是安尼来啊。有好康，我拢要走第一；无啊，毋去啊。米粉教怎留伫台湾树顶头？咱做一个基督徒，永远毋通袂记哩。对耶稣，毋是要对好康诶，毋是对耶稣，咱做生意一定趁钱；毋是对耶稣，咱洗衫洗出珍珠；毋是对耶稣，祈祷会处理莫自然修复；毋是对耶稣做生意一定成功；毋是对耶稣，咱的囝一定靠条呆呆；毋是对耶稣，咱身躯拢永远袂破病。毋通袂记哩，耶稣甲咱讲，既若劳苦背重担的人会当到伊遐，咱要得到安息。总之嘛，毋通袂记。耶稣讲另外一方面的话，安尼甲咱讲，咱着举十字架来跟对伊。伫咱的信仰过程中间，充满侪挑战，咱甚至会为信仰受苦，咱会为信仰担当责任。当有一寡人听到信耶稣，搁倒看无家己那我要来走啊！来是要找好康的，无好康我就走。这第一种人，圣经直接讲，当危险来临的时，圣经安怎讲？因为安尼，伊的学习，伊的门徒中，一人离开，无搁缀伊。我读过讲，较早安尼，今仔日嘛安尼啊。这个历史也无改变啊。但第二种人，反叛。圣经伫遐安尼记讲，耶稣因讲：“我拣无是拣选恁12人，恁中间有一个人是魔鬼。”伊安尼讲是伫指以斯加略西门的囝犹大，伊是12使徒的一个，特别出卖耶稣，反叛出卖。咱对主日到今仔日，大概咱拢一个印象，受伫约翰福音的影响吼，像讲。犹大是安那卖耶稣，都因为伊为着30个囡仔，才将耶稣卖掉。不过，这个代志到今日神学上有足侪探讨啦。耶稣若为30个犹大若为30个囡仔出卖耶稣，伊敢袂当对平时的钱袋仔内面摕到30个囡仔？犹大到底什么人？我今日对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吼，这个角度不止会当提起咱，这唤起咱信仰来注意一寡代志。我先跳过犹大，我讲一项代志。伫耶稣时代的人的政治态度，我简单讲两种。一种我执政党，迄叫做希律党的人，圣经有记有希律党的人；一种反对执政党。毋但反对尔，迄个创造的。
身躯随时炸刀，看到罗马兵丁落单，边仔无人去哩，倒就甲堵落，啊，怎闪入去一般人的厝，啊，就走去。即款人若互抓着，就你一定定死未结。即种人伫迄时阵叫做激进党的人，中文叫做奋锐党。我要请问大家，耶稣学生中间有激进党的人无？有创作啊无？有啊，连名带姓记伫圣经内面啊。你听这，敢即个人是创作的？我哪读圣经，我哪读哪感觉讲，敢若毋是一个尔呢？我先讲吼，耶稣12使徒中间是毋是对政治最有趣味的？我问各位这个问题：耶稣12个学生是毋是对政治最有趣味的？中间福音中间有记载讲，一位啥因兄弟啊讲，一位讲因老母讲，但不管谁讲的啦，都有这样代志啦。一个雅各，一个约翰啦。讲啊，你得了阴光的时候，你倒手边去维护我，啊，去边护阮兄弟啊呢？有这代志无？有啊。圣经佫记咧迄只趣味哦，讲其他学生听到拢足受气，拢足受气的。意思是讲，当时轮到恁两个。耶稣学生中间对政治足趣味的。迄毋但耶稣学生，耶稣迄阵的情景，一般人其实对政治拢足趣味，甚至足热讲的。我举一项例吼，恁知影耶稣入耶路撒冷城的时，伫中间福音讲伊是最后入耶路撒冷城。伊入去的时，遐群众是压棕树枝、铺衫啊，伫遐大声喊啥？和散那。迎接耶稣，我甲大家讲一件事：伫2世纪以前，犹太人有一个独立运动，叫做马卡比的独立运动。马卡比是一个牧祭司的囝，用即摆话来讲，就是牧师囝啦。牧师囝带一阵革命集团去杀叙利亚政府啦，叙利亚杀赢入耶路撒冷城。耶路撒冷城人安怎做？压棕树枝。铺衫画和散那，讲这个动作，和散那什么意思？现在就是拯救的时阵，现在就是拯救的时阵。耶稣入城人，遐人话讲，现在就是拯救的时阵。你想，遐群众咧想的拯救，是正人归向上帝拯救，也是政治离开罗马兵丁的拯救？是。我头头讲第一个还是第二个？第二个。所以当因看耶稣无要做因期待耶稣，到几工后，本丢彼拉多问讲：我会使放一个人，一个是叫做基督的耶稣，是一个巴拿巴，一个版本讲，伊嘛叫做耶稣，叫做巴拿巴耶稣。恁要对一个耶稣，哪一个耶稣？耶稣的名就是拯救，耶稣迄个名有拯救耶稣。你们对一种拯救，恁是要讲下面你的对敌，有人摕你的内衫连外衫也互伊，有人要强迫你行一里路，你有伊行第2里，恁是要即款的拯救？我甲恁讲哦，我咧读迄段圣经的时候，我想讲耶稣讲迄段话的时候，迄群众是安那无大叮当起来。罗马兵丁，咱即摆用即摆做兵咧，想身躯顶一定足济迄牙枪牙刀啦，一大堆物件背包啦啥吼。伫罗马法中间吼，伊会当凊彩掠一个人来讲，你替我派一里路，迄合罗马法呢？一里路以后，我犹太人一里路顶几步路嘛算好，拼掉，我才我替你派呢。恁这外来侵略者，我想要替你派，拼掉，做走啊！耶稣竟然讲。然后占领军的军人，第一版的现代台语，第一版的现代中文译本是安尼翻出来。然后占领军的军人强迫你行一里路，你就为伊行第2里。第1里是法律，第2里是你的自由。耶稣讲，对你的心底欢喜甘愿，为欺负你的人服务。恁想讲，迄个时阵下面咧听遐犹太人会安怎讲？
有人心底会画油煎无？台湾人足侪咧骂台煎，因会画油煎无？恁是要即款的耶稣，也是要讲用目睭掰目睭，用喙齿掰喙齿的巴拿巴？你们对一个？你们对一种拯救？众人伫遐话讲，我要巴拿巴。这群众，咱对学生来讲，咱知影讲伫耶稣学生中间，最后伊受这个犹太来出卖。犹太出卖时，伊甲圣经记讲，伊甲遐要掠耶稣的人讲，伊要做一个记号，要浸耶稣。伊浸的人，迄就是耶稣，恁就会使甲掠。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有当袂明白吼。耶稣这时都伫遐讲道吼，恁煞袂认识这个人，吼，但暗时夜火爬，伊着去做一个记号，我才掠会着。迄明明的看，日时都有看对一个人耶稣，伊就知影是安来做这个代志。我是若甲伫即个金这字发现有一寡问题，吼伫遮我甲大家分享。金伫迄个时阵，希腊叫做 Philein， 吼，咱若写做罗马字 Philein ，Philein。普通犹太人会金喙配，吼做情人，但是一个动词，伊头前若加一个介系词，吼，像伊头前是加一个卡塔 Philein。迄个动词就变做足强的意思。譬如讲，耶稣伫地面上画字，吼，迄个画是头前加介系词，迄个画是足强，毋知要安怎翻啦。你翻的是你只有伫画字，你比如讲耶稣足强，你翻你写吼。犹太一再金，足强的金，安是啥物意思？你去查迄阵的文献，迄字是用伫啥物时阵？你敢知影？情人咧笑针，毋望你针了有下面的动作，有期待。但我要借问，犹太针耶稣是有啥物期待？我伫这所在，我判断犹太嘛是基督徒，极正统的人。我对这个人，我想要对这个人，我要对找一款领袖。五块饼2尾鱼，5000个人对，迄毋是5000个人尔呢，迄是妇女甲囡仔无算，正万人对。我要对找即款的人，迄亲像伫台湾阿扁正起来的时阵，阿扁咧洗尾道人的时，国民党较紧要找什么人出来？马英九啊，听讲有几个去跪伫因厝门口啊。我要对找即个人，因为迄个人出来才有吸引力啦。我要对找即个人。毋过，即个人伫伊咧传道理的过程中间，那讲一寡拢袂明白的话啊，着下面对敌着什么？阮称伊是基督。恁注意读一段圣经赞吼。马太16章20节，当耶稣吩咐学生毋通对人讲伊是基督。奇怪，耶稣就是基督啊！伊着拯救者，啥耶稣共吩咐讲伊毋是基督？因为耶稣自我理解的拯救。甲正人所理解拯救是无共一个拯救，耶稣的拯救是关系正人的，是要带正人归向上帝。遐人一直拢咧期待，我期待一个领袖，像即款人遮尔有吸引力，一直甲想对是正直的领袖。拜托你真做阮的拯救者，莫像你咧讲啊安尼啦，我拜托一个好无？一直拜托，拜托到最后一个。犹太用最后一步，中文叫做激将法。你若拄到性命危险的时，我看你安怎？我用针去做记号，若无你同掠的，当得是物件。迄个针是一再针，期待你有下一个动作，是咧期待安怎？车天兵天将，太死者外来统治者啦，总太好死啦，拜托你啦。无想到耶稣。无叮当，互人掠去。我想犹太伫迄个状况下面讲去，死啊！厝后无一个人英文名敢好 Judas， 会好 Peter， 会好 Paul， 绝对袂好即个名。我变做出卖者。
过一摆出现的是伊吊到死。犹太的可怕是啥物可怕？到今仔日足济人犯的可怕，掠伊比上帝知影搁较济人发生的悲剧。犹太可怕是求原我的旨意成，无求原你的旨意成的人所犯的错误。这是基督教会足济人犯这款错误。照我的旨意啦，照我的意思啦，毋通照你的意思。迄毋是十字架的街路，迄毋是真理的路，迄毋是耶稣活命的路。第一种是离开，第二种是反叛，第二种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可能。我毋是讲一定是安尼解说，总是新人家有倾向这个解说。第三种，军队，咱来看彼得安怎应这个代志。68节，西门彼得因讲：主啊，你有应允我的话，阮要去缀写人。阮已经信，搁确实知你是上帝的圣者。你有应允我的话，阮要去缀写人。足宝贝，足宝贝。咱对耶稣上要紧的物件是啥物？活命的话，什么叫做活命的话？来，咱先信息，咱先开新的界面，咱做伙来读活命的话。新的界面，请大家看我来读，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，这个该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3千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2条该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界面，互恁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，但而且咱家己想看卖，咱敢有真正听厝边亲像家己？这是活命的话呢。我常常拢感觉活命的话拢足歹做到的。咱要听家己足简单的呢，要听别人足困难的。今日学生主日，我要讲这样代志，咱要关心咱囡仔的成长，咱足简单的；咱要关心别人的囝的成长，无遐简单。就是变教会来的人，甚至耶稣活命的话，安怎甲咱教？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，甚至为着需要人献上你的性命，迄是活命的话。即款话咱要去对听，伫佛教你听袂到，伫中国文化你找袂到，只有伫一个所在，耶稣基督的话内面，你才找得到。主啊！你有活命的话，阮要去对写人。阮伫遮，阮才会当感觉，阮是一个活命存在，阮毋是存在尔定。历史中间有一个对耶稣的人，因听说活命的话，实践活命的话，长老教会嘛用安尼做咱崇拜的安排，上起头，安静听候上帝话。过来听上帝话，过来去实践上帝话，做整个咱礼拜中心。礼拜中心毋是看，毋是往弥撒往。礼拜中心嘛是伫遐跳，毋是伫遐听活命的话。那对这段圣经是安尼啊？你有活命的话，这是上界要紧的啊！这个时间是上界要紧，甚至这传讲上帝话，嘛是整个礼拜中间上界要紧的代志啊！你听这，你敢知影双南教的这个讲台系列这是什么意思？咱即摆做者礼拜敢毋是拢分两边啊？传统长老教会是安尼讲台系正中，入来目睭看到的中心伫对讲台，迄是宣扬活命话所在。我感谢上帝，咱要保持这个传统。伫建筑上，咱已经在咧讲讲事，听上帝话、实践上帝话是上界要紧的事。我最后用一个故事来讲一个听活命话、实践上帝活命话的人，
迄个画面是偌尔拍动咱的心。1944年12月，咱知1944过当年1945、24世界大战结束啊吼，德国已经差不多特别失败啊吼。因将一寡伫战争中间甲老爸老母失去联络的囡仔，等伫德国北部一个集中营，对荷兰掠一个妇女来甲囡仔做伙生活，叫这个妇女顾这个囡仔，不管因生，不管因死，恁要找食的，恁家己去找；恁要找穿的，恁家己去处理。这个妇女叫做鲁巴，伊的先生甲伊的囝拢去互德国人杀死。2年的中间，伊逐工艰苦心问伊家己是安怎，我还阁活着？我翁无伫咧，我囝无伫咧，我活着是要创啥？总是伫迄种情景中间，伊知影，当伊看到这囡仔时，着疼厝边，亲像家己。伊想起这样代志，我的少年，我的囝，这囡仔老爸老母嘛会少年伊的囝。伊就安尼为遐囡仔找食的、找穿的，因为伊深深知影这样事，伫信仰中间，甲伊着疼厝边，亲像家己。伊知这囡仔老爸老母一定毋茫有人对伊的囝伸出帮赞的手。1945年4月，战争结束，这伫这集中营中间活落来囡仔，最后剩52个。鲁爸为了这囡仔，一个讲你对来，想办法去联络，互因去找到因老爸，互因去找到因老母，拢总送了后，伊才开始找伊家己亲戚。伫荷兰，一个伊的亲戚都找无到，一个朋友都找无到，到尾伊移民去美国。1995年4月，将近50年，遐活落来囡仔。联络到鲁巴，为伊准备一项宝贝礼物。其实伫集中营，伊已经准备，这囡仔已经为伊准备一项礼物啊，就是当伊知影迄天伊生日的时，迄一条胖，遐济囡仔50几个囡仔咧分，因迄讲迄块胖毋食，500度去换一条丝巾，去甲别个患者集中营人换一条丝巾，送互鲁巴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祝你生日快乐！这个是第2摆，因找到的时，因是佮送的一个礼物，就是因将这个代志，互荷兰的女王知影。荷兰女王知影讲，我的国度竟然有一个这款的人。荷兰女王后来颁发伊特殊人道的贡献奖。这个囡仔中间上细汉的一个囡仔安尼讲，老母一再甲我讲，伊生了我。总是互我继续留存活命，是这个阿姨鲁巴。当伊摕这种的时，咱会当想象，将真正麦克拢拿来挖来。你是英雄，你做出差不多人无法度做的代志，你若做会到。伊讲这是上帝活命的话，我只有照做，毋通掠做我是英雄，我嘛想要死。我翁死、囝死，我一个人活咧有啥物意义？伊讲颠倒是这可怜的囡仔，互我找到继续活落去的答案。这是圣神所赏赐咱上大困难，这本身就是信仰，这本身就是工匠。愿上帝帮助咱。常常读圣经，巴克利咧用白话字的时嘛，一再期待咱是安怎学白话字，通过白话字，特别伫迄个时代无受教育的人，会当通过白话字读圣经，认捌活命话，活出活命话，人就会看出，这真正是军队耶稣基督的学生，听厝边亲像家己。等你遐这，有当时我想，就是对我一个传道者，我真歹做到。我常常咧问家己，你感觉我逐摆拢听厝边亲像家己，啊是我听我的囝儿，听我的教会较赢过其他的。我伫上帝面前讲主啊，我做袂到。
总之这是活命话，我爱照做。我学习做袂到，我求上帝赦免，想赐我气力往头前来行。了解我要讲讲事，伫台湾教会内面，咱敢知影？一寡人伫遐咧坐马街、咧坐中英大学时，搁较侪人是伫迄款偏远所在做山区的工课，做海边的工课，甚至我新宿舍的工课，也是讲学生工作，足侪事工是爱家己哪做工哪找钱。迄款的工课咱无咧注意，咱自己甲毋咧注意遐，吐剑讲啊一大堆。原咱的目睭下来伫一寡欠缺人，原迄句话伫咱的心目中不断甲咱提醒，着听即款的人。我常常想起一个人，是嘞，一时佫袂记咧，做迄个，毋是咱张咧教会内面啊，立新啦吼，立新是即个季慧荣去咧做诶工课吼，我咧想慧荣姐吼，我咧讲学生事工，煞讲到季慧荣去吼，我真正想讲，像即款诶工课，咱敢真正有咧关心？这个毋是咱本宗诶工课。慧荣姐本来就是一个老师呢，后来伊去做《中国时报》记者，伊迄《中国时报》毋免即摆《中国时报》呢，较早余纪忠诶是《中国时报》，迄薪水是足好诶呢。当伊看到女性受欺负，迄个家庭伫中间，迄个女性啊地位遐尼低，啊就一寡女性互骂，甚至有校长啊小学毕业的原住民的小学毕业，校长伫外口规台车，佮送去到台北，卖互迄记录户跳出来为这人讲话，伊爱哪做工哪家己找钱呢？那迄毋是上艰苦呢？我问恁讲师，咱慧荣姐会互人暗时敲电话甲恐吓无？有啊，乌道会甲恐吓啦，伊会惊无？会啊，人伊做甲今仔日，上帝话命话伫伊身躯顶做工，互伊听厝边亲像家己，愿咱为所有一切艰苦的人来献上咱家己，献上咱的金钱，上至少请咱为因祈祷，同心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今仔日伫你面前，阮恳求你，互阮真正有够野的疼心，去帮助遐欠缺、有艰苦讲袂出的人。主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无论伫什么所在。拢互阮知影，阮是军队耶稣活命的伟人。搁一摆伫你面前恳求阮，你赏赐阮气力，阮无论到伫倒落，人拢知影，阮是军队耶稣的学生，同心伫你面前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